行期间有受到影响？哦，有哦，因为临时办过迄个边吼，佮做临时的唔免医护咩，哦，他讲吼，人讲诶，一下问地方吼，人讲风水，哦，我有感觉，差东多哦，人家叫做唔也行到嗰边去，对，哇，那个地方很有呢，人讲诶，自然形成的，去国际中逛一逛，逛了以后自然会来这边，然后。给驾驶去首里城哈，有几多位人哈，吃盐做行都要市场那边的，因为俺的全部都有观察过，给嘛个那个叫做要有调查过，人家吃盐这么行都，看到哎呀啊神奇哦，这么行的，个哈行都要到人家，我看到吧，哎呀东市场用屯全日本冇中央啊，哦，因为亚东市场要做以前哈。那边的理事啊，理事其实去台湾，看了哈，就做他们台湾的做法。个日本的讲法，一到来家就看到，哎呦，那有参日本。哦，这个人东南啊，台湾的做法咩？哦，嘿哦，也唔参日本的。冇，跟日本本土的完全冇参与什么钱。哦，其實都講，有來啲人都當參來台灣咯，係。誒，等到啊，你哦。對。哦，還有類似就懂哦。這邊講，看參台灣人就來這個，有來啲人都參來到台灣樣嘅，那有個當參做嚟故鄉，尤其吼來日本來沖縄講去新年。去3日去新年的年，有啊，来都要的啊，你都想好像回到故乡了，吃的菜不太一样这样。哦，我講過台灣有時吧唔像，有嘛慘吼，係啊，就當有其實有異國感，係啦，有異國感。我一直會聽到台灣的口音，台灣人台灣講講下改多啊，當多，客家啦、河洛啦、桂魚啦、海豐啦，